那个看卖，看迄讲这蛋黄哥敢有影？蛋黄哥彩绘啊，因为袂使讲，袂使用皮卡丘啊，他用家己创造的，台湾自己创的蛋黄哥。要网络搜寻蛋黄哥，哦呀，哇，台南市的柳营区公所办的台南好米季活动，10月9号到28号，那售票哦，参观五色道哇，董方斌先生维护的，很有创意的，你看，种稻还有艺术，看大自然的色彩，哇，还可以看高铁哈，真好真好。哈哈，还可以看火车，嘿嘿，哈哈，一举数得啊！参观那个有机农园、有机农场的，哦，好棒好棒。